现在阿银欧首当其冲，没掉入水中，没掉入，他带着揣子呢，不过现在揣子还没用上，就希望他能够一路顺畅，千万别迫不得已用上揣子。我有预感阿银欧会触发自己的吸盘魔偶的 buff。哦，这我明白了，为什么带着揣子来了？原来这揣子在吸盘魔偶的这个一个标志物。阿银欧去年在闯关过程中也多次吸到赛道上，在他自己后续的视频中也是被观众朋友们称作是吸盘魔偶。对。他已经说我不装了，我已经把我那揣子扔掉了。忐忑齿轮，哇，一个大跨步，好的。好，看到他越过忐忑齿轮，来到了一发入魂。很轻松就来到了第一感言平台。没什么才艺啊。给大家 B-box 吧！哇，还会 B-box， 可以吗？然后再来段舞蹈吧。哇哦！好了，走了。走了。我模仿的声音就是他在家里揣马桶的时候的声音。看来这个学习也是有灵感的来源的啊！哎，哇！现在看到我们的阿银欧已经来到了人生一串，恶龙守卫在不断的喷洒水枪。现在吸盘魔偶已经没有了他的揣子，没关系，护身符不见了，看看他能否在我不装的这个环节当中呢顺利过关。我觉得问题不大，韩老师。问题不大哈。揣子是身外之物，他当年为什么被称作吸盘魔偶？是因为他就是吸盘本。你看，没问题，这是最难的一个啊，面包装。平时啊，在 B 站还是一个各种食物和玩具的测评 UP 主，哎，叫野生搞笑测评官。今天呢，在过我们每一个这个障碍的时候呢，都是谨慎小心，而且都有明显的停顿，节奏感掌握得非常好。原来他是在进行测评的啊，他把每个道具啊都进行认真的检测，认真检查每一个关卡，因为他是今天他们这组闯关勇士的开路先锋。来，现在对他来讲呢，这时候真的要全力以赴啊！好的。哦，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韩老师上一次说的2笔勾销这件事情？你看那3支笔过来都没勾销他，没问题啊！现在越过1笔勾销，接下来这次一丁。来到这次一丁的时候呢，开始下起了霏霏细雨，这是给他的降温，也不用洒水湿，在我们的障碍上再去喷水了。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吸盘的吸力啊？这对他来讲，他可以认真的来检查，啊，进行质量检查，看看是否合格。第一，是否我们的障碍啊能够做到水陆两栖；第二，对他来讲更是锋一种考验。这次一丁也是我们 B 站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梗。他是在上一次距离终点的临门一脚的位置遗憾落水，所以其实这次一丁说明的是我们这个阿银欧这次一丁能登顶成功。没问题，你看他，哇，这叫真正叫躺平。躺平。最后一分，给大家下活。他现在非常悠闲，在雨中散步。哇，我拉着绳索开始接近你，一起激流勇进。
天REO 这个开路先锋、质量先行观掌握非常好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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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！不愧是吸盘魔，记住了，可以，来送你冰箱，恭喜你的冰箱。老婆，我拿到冰箱了，太棒了太棒了！你可以回家睡觉了。在绝对力量面前，任何技巧都是徒劳。赛道狡猾，全是笑话。天下小雨，战力负隅。好家伙，双枪大犀利，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恶龙。下一位勇士啊，我们在高台等着你。